位出席由香港社福界心連心大行動主辦嘅心連心同心圓慈善晚宴。請大家以熱烈嘅掌聲歡迎我哋嘅主禮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大致經婚宴 SBS PDSM PMSM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先生 JP 香港社福界心連心大行動主席管浩鳴議員 BBS JP 心連心同心圓慈善晚宴籌委會聯席主席譚貢蘭教授 GBS JP 聯席主席李徐子淇女士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社工部副部長周和博士恒基兆業地產集團主席李嘉誠博士 GPS JP 香港賽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梁卓偉博士 GPS JP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劉艷女士 JP社會福利署署長李佩斯女士 JP 國際知名小提琴家姚國女士 JP。奏唱國歌。我哋而家有請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為我哋致辭，有請。祝國家國泰民安，社福界心連心 ，Cheers！ 今日我哋嘅慈善晚宴得到好多人同埋機構嘅支持，特別係在座各位。咁心連心特意準備咗感謝狀。而呢啲感謝狀嘅每一個相框都係由一位自閉藝術家人手設計同埋製作，以表達我哋心連心嘅謝意。多謝譚教授為我哋主持一個小小嘅分享交流。而家有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先生 JB、心連心主席管浩鳴議員 BBS JP、慈善晚宴籌委會聯席主席李徐子淇女士、著名小提琴獨奏家姚國女士 SBS JP， 有請咁多位。